议员黄兆辉表示，为了改善交通地价的恶名，真欢喜看到行政议会在月25号通过7档400亿，要来改善行人道路的安全。市府盘点危险的路口，嘛争取20多亿要来改善。因此，议员希望市府应该要成立专案的小组，定期汇报甲改善。昨天这个行政院有一个7年400亿的这个规划嘛，那听说我们台南市要争取30亿是？目前送出去的计划是的，我们希望说，既然中央也很重视这个事情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继续的来完成。除了改善道路的安全，另外为了迎接台南建成400档，议员黄兆辉嘛特别替台南交通的门面、火车站的整修工程，因为配合中央古迹的修复，目前整个外观拢被严格来砍掉的。对此，议员嘛呼吁市府应该量早因应，莫让整个火车站的门面太过歹看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